大家好，我係樂仔，歡迎返嚟讀樂樂。今日我哋分享嘅書就係由 Richard Koch、理查柯克同 Greg Lockwood、葛雷格洛克伍德寫嘅《人物變現》。呢本書嘅副標題呢係建立共好網絡，俾人睇見你，亦都係機會揾上你。作者會探討人物網絡，教我哋點樣利用唔同嘅連結嚟提升自己嘅事業同人生。佢挑戰咗我哋傳統對人物嘅理解，提出咗好多我哋意想不到嘅觀點。大家準備好未啊？嚟啦！兩位作者都係商業同創投界嘅資深人士，佢哋各自喺唔同嘅領域累積咗豐富嘅經驗之後呢，喺一次機緣巧合變下，佢哋因為對網絡理論共同嘅興趣而決定合著呢本書。本書呢，主要圍繞網絡嘅三個核心元素咯。網絡三元素：強連結、弱連結同樞紐。本書會解釋呢啲元素點樣運作，同埋點樣影響我哋嘅人際關係、事業發展同個人成功。呢本書唔單止針對商業人士，亦都適合任何想擴展人物網絡或者了解社會運作模式嘅朋友。我哋通常覺得成功係嚟自天賦能力或者自己努力，但係作者喺第一章成敗關鍵就拋出咗一個問題：成功真係淨係靠呢啲咩？佢哋提到法國巴黎嘅物理學家布加同梅沙德早喺2000年進行過一項模擬實驗，結果顯示咧，即使每個參與者嘅賺錢能力同一開始嘅財富都差唔多，但係經過一段時間咧，社會上嘅財富最終都會集中喺少數人啦。大約80%嘅財富會由20%嘅人所掌控。呢個就係八二法則，即係財富不均嘅現象咧。呢個實驗咧係強調咗運氣同網絡對個人成功嘅重要性，證明成功唔單止係靠能力同努力，仲有網絡效應嘅影響。講到網絡，作者喺網絡嘅世界咧，呢個小節咧解釋咗網絡即係一群互相連接嘅人或事物啦。佢哋透過溝通同資訊分享，達到單一個體無法實現嘅結果。網絡嘅基本構成係節點同連結。節點即係連接嘅個體，例如車站；而連結即係節點之間嘅關係，例如鐵路啊。作者特別提到啦，無論係人際網絡定非人際網絡，網絡都有佢獨特嘅運作方式，並且咧會喺正面或者負面嘅方向深刻影響住參與者嘅快樂同發展機會。咁第三章弱連結與強連結係本書最核心嘅概念之一。作者引述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嘅研究，指出我哋身邊親近嘅朋友同事屬於強連結，而偶然認識嘅點頭之交，例如舊同學或者舊同事，就屬於弱連結。傳統上我哋可能認為強連結更有價值，但係格蘭諾維特嘅顛覆咗呢個觀念。佢強調喺人物網絡入邊咧，弱連結嘅作用往往比強連結更大。點解呢？因為親近嘅朋友通常同我哋相似，資訊來源都好接近，但弱連結咧可以提供來自唔同社交圈子，甚至唔同世界嘅新資訊同新機會。例如咧，當你想揾新工咧，有時舊同事或者係經由舊同事嘅介紹咧，反而能夠帶嚟意想不到嘅收穫。呢個就係因為弱連結，佢跨越咗我哋嘅同溫層，接觸到更多元嘅可能性。喺有價值嘅連結呢個小節入邊咧，書中提出弱連結嘅重要性。佢講到歐洲成功投資者畢克羅夫，佢認為自己嘅成功歸功於兩條微薄嘅弱連結。佢透過板球俱樂部唔太熟嘅球友介紹，認識咗一位連鎖小型唱片行嘅負責人，成就咗佢第一筆生意。
之後又透過另一個唔太熟嘅舊同事介紹，得到咗第二筆大生意。呢個例子顯示，即使係平時唔起眼嘅點頭之交，都可能喺關鍵時刻提供改變人生命運嘅機會。講到自己嘅經歷，我記得有一次，我喺一個創業講座上面呢，同一個之前從來未見過面嘅人交換咗卡片，我哋只係簡單咁講咗幾句，都唔算熟啦。但係過咗幾個禮拜，佢突然打電話俾我，話佢知道我對某一個新興行業有興趣，佢竟然同我講呢，啱啱得悉有一個初創團隊正需要我呢類嘅專業技能，問我有冇興趣傾下。其實結果雖然我最終冇加入到嗰個團隊，但係呢次對話咧，令我對呢個行業有咗更深嘅了解，亦都啟發咗我開始思考自己未來嘅發展方向。呢個就係弱連結為我帶嚟嘅意想不到嘅價值啦。作者喺書中都鼓勵我哋要刻意去培養同維持呢啲弱連結。佢提到，如果你喺個陌生嘅城市需要揾一家好嘅餐廳，你會問你嘅摯友，定係問一個啱啱喺火車上面認識，而且去過好多地方嘅旅行者呢？答案好明顯係旅行者，因為佢哋嘅資訊庫更廣闊、更多元。呢個就係弱連結嘅威力。佢哋可以提供我哋喺同溫層入邊根本接觸唔到嘅資訊同機會。只要我哋保持開放嘅心態，去接觸新嘅人同新嘅事物，就能夠為自己創造更多幸運嘅際遇。讀完呢本書，令我最大嘅體會係，我哋平時好容易忽略咗身邊呢啲點頭之交，尤其喺現今社會。大家可能慣咗埋首喺自己嘅工作或者生活圈子呢，但如果我哋可以主動啲，多啲留意，甚至係幫助呢啲弱連結，佢哋可能會喺你意想不到嘅時候翻轉嚟幫到你。呢個就係作者喺書中提到嘅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即係你付出咗，最終都會有收穫噶啦吓。我哋唔需要刻意去計算得失。但係只要我哋以開放同互助嘅心態去對待人際關係，呢個隱形嘅人脈網絡自然會為我哋帶嚟好多驚喜同機會。總括嚟講，人脈唔係淨係得埋堆，或者只顧識有權有勢嘅人咯，真正有價值嘅人，而係建立喺互助互惠同埋對多元化嘅連結之上。好啦，今集都差唔多啦。如果你對《人脈變現》呢本書有任何睇法，或者你都有因為弱連結而改變人生嘅故事，歡迎喺下邊留言分享俾我哋知。我哋下次再見，拜拜。